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3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42节，民数记第14章第10节到24节，哥林多前书10章第1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云柱火柱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旷野之旅长达了40年，要往哪里去？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概念，不知道。他们只知道上帝赐给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，甚至有一段时间，他们连自己的领袖在哪里也都不知道。因为摩西上山40天，音讯全无，在未知的将来，甚至说黑暗无光的旷野之行，上帝赐给了他们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的带领以及保守。云柱、火柱代表了上帝本身，上帝的同在以及上帝的保守及看顾。民数记第14章第10节到24节这样说道：可是突然间，人民看见了上主的荣光出现在圣幕之上。上主对摩西说：这些人弃绝我们，要到几时呢？他们不信赖我，要到几时呢？虽然我在他们当中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仍然不信我，我要降瘟疫毁灭他们。但我要立你做一国之父，你的国要比他们的国强大。可是摩西对上主说：你用你的大能领这些人离开了埃及。当埃及人听见你对你的子民所做的事以后，他们要告诉这里的居民，这里的居民已经听见了你上主与我们同在的消息。你的云彩停在我们的上面的时候，你清楚地向我们显现。白天你在云柱里领导我们，晚上你在火柱里引导我们。现在如果你击杀你的子民，那些听过你名声的国家会说：你在旷野击杀了你的子民，是因为你不能领他们进入你所应许给他们的土地去。因此我现在恳求我主显出大能，实现你的应许。你曾经说过，我是上主，我不轻易发怒，我有丰盛的慈爱，我赦免罪恶与过犯。然而我一定要因父母的罪而惩罚他们的子孙，甚至到第3代、第4代。上主啊，求你照你伟大不变的爱赦免这些人的罪，正如他们从前离开埃及以来，你一直宽恕赦免他们一样。上主回答：我会照你所求的饶恕他们，但是我指着自己永恒的生命来发誓，正如我的荣光充满大地那样的确实，这些人一定没有一个能够活着进入那土地。他们见过我的荣光，看见我在埃及和旷野所行的神迹，却仍然一次又一次的试探我，不听从我。他们绝不能进入我所应许给他们祖先的土地。弃绝我的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去那土地。但是我的仆人迦勒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一直对我忠心，因此我要领他到他侦察过的那块土地，他的后代要拥有那地。云柱和火柱更是上帝让其他族裔可以看见上帝同在以及能力，但是以色列人却忽略了上帝的同在，
背弃了上帝，让上帝生气，甚至要灭绝他们。摩西替以色列人求情当中就提到了上帝的云柱、火柱的保守与灭绝击杀的愤怒不合。所以呢，上帝是丰盛慈爱的上帝，那就要恳求上帝因着他的慈爱而赐下赦免之恩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提到了以色列的罪，虽然他们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恩典，但是却仍然选择背离上帝。他们曾经遇过没有水喝，上帝就从磐石赐下水来。保罗说，这磐石就是耶稣基督，是上帝赐给世人的保守、看顾及医治的恩典。所以人就应当要警醒来跟随上帝，才不会跌倒，才能胜过一切的试炼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节到13节这样说道：弟兄姐妹们，我要你们记得我们的祖宗跟随摩西在旷野所经历的事，他们都在云彩的保护下平安的过了红海，在云中，在海里，他们都受洗归给摩西，他们都吃了一样的灵粮，喝了一样的灵泉，这全是从他们同行的属灵磐石上涌流出来的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但是他们当中有大多数的人不为上帝所喜悦，因此都倒闭在荒野之间。这一切事都是我们的见解、警告。我们不可以像那一些贪爱邪恶的人，不可以像他们中间一些那样去拜偶像。正像圣经所说，这人民坐下大吃大喝，狂欢作乐。我们不可像他们当中一些人那样荒淫无耻，他们因犯淫乱的罪，一天之内有23000人倒闭。我们不可像他们当中一些人那样试探基督，他们因着试探而被蛇咬死。我们不可像他们某些人口出恶言，他们因口出恶言而被执行毁灭的天使杀了。他们所遭遇的这些事情都成为了别人的见解，也都记载了下来，作为我们的见解。因为我们正是处在末世的时代，所以谁自以为站得稳，谁就得小心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遭遇的每一个试探，无非是一般人所受得了的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，他绝不会让你们遭遇到无力抵抗的试探。当时他来临的时候，他会给你们力量，是你们担当得起，替你们打开一条出路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42节，恳求上帝赐给我们云柱火柱，让我们得以在人生黑暗当中看见亮光，领受主保守之恩。让我们学习依靠主，跟随主，得主的看顾跟医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